前有健保费用差真济，尤其部分负担费用，若直接去门诊急诊，大约是医疗费用的20%，去大病院要负担上济50%，若是健保的门诊只要6.2%。不过健保的财政负担愈来愈大，公经过的改革敢若嘛有谱。卫生部长陈时中接受平民专访，访问到健保安全准备金挡袂过1个月，伊讲也有1年有真侪拍拼的空间。敢会推动部分负担改革，但是中讲一定会做，最后要互使用较侪人加出一寡钱，嘛袂造成看病障碍，目标是伫今年上路。我们希望说，真正去就医的，他反而可以调降；如果是属于比较轻症的，我们希望他去门诊或者是怎样，然后他反而这一部分可能调高。目前检查检验费含100块以下药啊，唔免收部分负担，药啊是上济袂超过200。解决了的方案包括检验费含药啊，会收费用的10%到20%，不过会有上限，嘛会维持免收的范围。另外，急诊的部分负担嘛会对来调整。医改可能会担忧说会不会变相惩罚到去生病的这样的一个人，那也很难去保证说他不会造成民众的就医的经济障碍。解决健保的部分负担，敢真正会使避免医疗资源的讨债，也是只是增加民众看病压力，都要看卫福部到底有啥物款的政策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